这个下面也有没有？这个就跟红柿一样嘛，对不对？是软的。就是它要画成像这样子才可以吃啊。哦。你要吗？你要买一个吗？今天我们吃狮子，mangiamo i cachi. Qua, vedi. 看一下。干了。我现在准备一下这个，日本的甜柿。只有日本的甜柿需要削皮，然后其他的可以直接吃。台湾现在比较喜欢吃的是这种的甜柿，应该它的技术是日本进来的，所以是甜的。以前台湾的人不喜欢，像我小时候我不喜欢吃柿子，因为我们的柿子都涩涩的。传统的这个，这是台湾的柿子做的，这是台湾的柿子，吃起来它需要成熟了之后啊，你需要把它泡在那个什么，你需要把它泡在那个。我觉得是石灰水什么样，让它熟成，然后它可以把它的涩涩的味道去掉。所以你呢，这个完了之后啊，你就把它切开来，然后前面这个地方，这个头，把它弄掉，这个尾巴再弄掉，然后把它切开，这样子就可以吃了。现在是柿子的时间，你看它现在是柿子的季节了。然后台湾的农夫现在都比较喜欢卖这个甜柿，因为甜柿的价钱比较好。台湾传统的，台湾的这一种啊，这个叫做比柿，因为它长得像铅笔一样长长的。然后这个非常非常的软，它吃起来我觉得它感觉有点像那个什么，有点像那个无花果的那个软软的这样，新鲜的无花果这样软软的。等一下你可以试试看。然后这个啊，就是用台湾的柿子。这个就是用台湾的柿子做成的那个柿饼，你看你把它压回去，是不是一个柿子的样子？它这个啊，新竹啊，应该是新竹苗栗那边特别的有名，就是长这个样子，然后他们这个啊，听说他们最好的方法是晒太阳，然后还要有风吹，所以因为新竹那边他们有那个九级风，所以他们就是又有风很大。然后又有太阳，所以他们就是可以做出很好的柿饼，品质很好。然后这个只有冬天的时候才有，你夏天你是吃不到这种的柿饼。对，然后这个甜度非常非常的高。然后它外面有一点白白的这个啊，你以为它是发霉，可是它其实不是发霉，这个是这个柿子啊，这个柿子晒干了之后，它自己里面的那个糖跑出来。然后结晶了，变成这个白色的糖粉，
然后粘在这个上面，所以它非常非常的甜。我感觉其实这个跟那个 figo 跟无花果蛮类似的，所以我很常用这个做甜点，意大利的甜点。我们来试吃吧。试吃看看吧。你要先吃哪一个啊？OK。这个甜柿啊，这个甜柿就是甜甜脆脆的，它很甜，可是又不会非常非常的甜，所以你感觉比较不会腻。这个台湾的市场里面，现在啊你常常可以买得到，到处可以看得到这个。这个是甜柿，这个是比柿，这个比柿啊，我看一下，软了吗？是，非常的软。这个不用削皮 ，OK。那个皮啊，不要吃，因为那个皮啊，这个皮其实很薄，这个皮很薄，可是这个皮呀，它会有一个涩涩的，它会有你吃下去的话，你嘴巴里面会觉得有点涩涩的。然后啊，你的胃如果比较弱的人啊，他们说胃会觉得不舒服。对，我在意大利的时候看爸爸在吃 figo 也是这个样子，一样的方法在吃 figo。Ottimo, direi. 这个是比柿，另外一个也叫甜柿。Bene. E adesso proviamo questo 最后 qua. 吃最甜的，先拿那个，这个是最甜的。Ecco qua. 12月柿子的时间。